乡亲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3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一开始，咱来关心副总统陈建仁去咱的友邦帛琉拼外交，昨10点半伊回来咱台湾啊，咱来听伊这一段外交成果。台澎邦谊已经进入稳定，而且迈入了第20个年头。回顾20年的旅程，除了感念帛琉对我真切的情谊之外，也要感谢曾经为两国关系付出心力的所有外交人员、技术团员及与外国人。有了各位的辛劳付出，才有今天的辉煌成果。伊这一抓主要是去参加台湾甲帛琉建交20周年的庆祝活动，嘛是陈建仁头摆以副总统的身份去帛琉。陈建仁是表示讲，伊看到两国关系真好，感情真密，嘛见证台湾对帛琉种菜色果子，也阁有畜牧技术的农业成果。伊嘛讲，这是总统蔡英文成功推动大实外交的证明。再来关心今仔日大代志，这是立法院按算要伫咧今仔日拼反渗透法过关，昨昏有阁举行调解协商，国民党团即马是要求甲渗透的来源，即个代理人改做是登记制。若民进党团嘛主张讲爱提悬罚金，提悬到500万。也毋过遮尔要紧通过，是引起民间团体批评讲，安尼赶紧无集中的所在，爱民进党赶紧调整。反制中国渗透！反制中国渗透！大声喊口号，表达对反渗透法修法的关心。真侪公民团体30日立法院外口举行记者会，提出修法无够严格，亲像草案应该删除搅乱社会秩序的字句，因为无明确法律概念，有侵害人权的问题。其实现在立法已经太迟了，真的是亡羊补牢，要尽快立法。立法程序上的正义呢，那么还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因为总统蔡英文要求立法院民进党团31爱通过反渗透法草案，引起国亲在野党大力反弹，批评修法是凊彩的闯关，也佫造成大伤的寒蝉效应。协商时拿力达成共识，将条文中维护国家主权改为维护中华民国主权。国民党团要求渗透来源的代理人爱伫台湾游说，或者是进行相关行为，该采登记制，以事前揭露为原则。毋过被民进党团质疑条文保留，民进党团也提修正动机，要求加重并科罚金的金额。亲像涉及国安者提悬到上悬，处500万块罚款，接受渗透来源资助改为加重期刑1/2。我相信今天经过今天的协商以后，应该是明天通过。那不是所谓的仓促立法，这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酝酿，怎么想到一个最好的方式。延续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批评反渗透法是力赢100%选举操作的论调。国民党30也大动作举行记者会，批评反渗透法立法过程根本无充分的讨论，也批评民进党是选前考虑，才强要修法。不是真正能够达到社会民心能够接受，而不会引起社会的反弹跟忧虑的话。希望民进党在明天悬崖勒马。面对力赢推翻渗透法闯关，国民党团强调，31会举行党团大会讨论对策，无排除以接领主席台或者是提出动机等的方式，反对民进党团的强力修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甲乡亲做伙来去现报纸，咱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联合报，台大公共卫生学院上新的研究发现讲，前一礼拜温度闹较低、较寒，加上迄个礼拜休困日休较侪工，安尼后礼拜流感的疫情就会压悬。这使来当做预测疫情的参考，解说力有85%遮尔悬。来看自由时报，2020新的一档明仔载开始，毋过有真侪新的措施哦。有8个县市的百货公司，还有购物中心，还有2个县市的大卖场，拢开始全面禁止使用免洗碗盘甲餐具，而且无款到期，若是抓到上悬罚6000块。若明仔载开始，3吨半以上的大车嘛爱装视野辅助系统，这纳入车辆的定期检查的项目，若是无到会互吊牌。来看《苹果日报》，台南北海油脂还有协庆公司的负责人姓李的翁仔某，伫5当前防指控讲，因摕饲料油、透滴油引起食安的风波。
一审2个人互判4档半甲4档，得有期徒刑。这2间公司，一间爱罚600万，一间爱罚300万。不过2审的时是翻平盘，该讲这2个人甲这2间公司拢无罪。继续来关心苏花改伫明年正月初6要通车，传出讲有一份伫2010年做为宽屏的调查，讲内底这密保只有7种，若山羊嘛无介济。也毋过卫生中心定做调查，发现讲其实密保上无有17种，还有这山羊嘛有1000多只。环保团体是批评讲，宽屏进程根本就是凊彩乌白做出来。苏花改2010年有条件通过宽屏，过当年开始动工，2020年就伫要通车。毋过却传出讲宽屏的生态调查无照实反映沿线的生态。当初是进行宽屏开发单位是委托外口的生态顾问公司调查出有7种野保。毋过农委会卫生中心2012年开始调查，所发现讲野保上无有17种，到2016年佫发现到有22种。当然很丰富了，因为比我们台湾大概30几种，我们在当地累积起来就有调查到22种，我们大概架了60几部相机，发现2/3的相机有拍到山羊。我们调查的结果跟之前的画面有落差，那是当然的，因为我们中心是一个野生动物研究调查、保育教育的专业单位，而且我们执行的时间比较长。卫生中心认为讲，可能是投入去调查的时间点无共，地数结果有真大的争差。环保团体嘛指出，宽屏的生态调查拢是由开发单位委托民间的顾问公司去做，毋过若是生态愈丰富，宽屏就愈无机会过关，所以就会出现顾问公司调查无正确的状况。越认真调查的顾问公司，可能对于他的业主通过环评或者说减少成本越不利，那会造成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其实我们过去有听过一些环评委员会抱怨说，他们觉得读环说书好像在看侦探小说，要找出没有被讲出来的那些事情，就是被掩盖的一些真相。环团建议环保署向开发单位收审查基金，再个交予环保署去经合格顾问公司发布生态调查。环保署回应讲，会对生态调查方法来进行检讨。那样方法有哪些可以改进的部分？我们再从方法里头去做一些修改。环团表示，10多年前因着对这种无合理的制度提出质疑，毋过伫咧环保署前副署长詹顺贵的人来看起来，若像有机会来改革。毋过詹顺贵主导翻修宽屏法的时阵，嘛有各方来压力，落尾修法的内容也是无列入去环团的建议。记者综合报道。停驶40档宜兰的太平山的心灵铁路的修复计划，即马宜兰县政府讲，目前专案拢已经进入可行性的评估啊。地点伫咧罗东林场的德林车头，到今也阁保持日本式插座建筑，还阁有完整的铁基路。这是过去太平山森林铁路的终点站，嘛是1979年洪灾地区森林铁路停驶40年来少数保存甲真完整的车头。太平山森林铁路目前规划复驶，县政府先针对白地线进行评估。也涉及到我们2022年向发展铁道观光旅游、保存跟重建。好，进一步的能够招商，好，这个部分我们交通部是有整体的政策。林佳龙沿线来勘察古站，嘛是太平山森林铁路复建20多年以来第一届有交通部长来现场勘察。宜兰县政府表示，专案已经进入可行性的评估，经费是中央交通部补助780万，宜兰县府家己筹备150万。我们现在正在上网招标的这个930万采购案的经费，它是以平地线决标之后的一个履约期程，预计在明年底我们可行性评估的标案会来履约完成。太平山森林铁路分做山地线甲平地线，伫咧1924年全线通车了后，山地线拄太平山到大东乡的土场站，超是100多公里长。若是目前规划复驶的平地线，是过去的土场站到终点德林站，长是37公里。然后有10个车头。太平山森林铁路伫咧1978年起洪灾损断甲真严重了后，1979年全线停驶到近40档，平地线开始评估。毋过地方人士嘛希望山地线会当恢复。今天我们面临2个案子，一个是平地案，一个跟山地案。地方人士希望尽量利用安农系的路线。那我今天部长难得来跟你报告，这个案子要合并啦。宜兰县政府是表示，当地争取的山地线会来入去买手评估的补充，预计经费要甲1000万。记者综合报道。乡亲咱来看，安尼敢有理？有外送员昨昏是去台北市的劳动局တင်情，讲因的公司富偏达收钱的机制有问题，外送员爱先贴钱才有法度接单。
台北市的劳动局是建议外送员提出来劳资争议来做调解，透过协商来争取权益。你爽爽过年，你爽爽过年，我苦苦垫钱，我苦苦垫钱。有几多位Foodpanda外送员摕到粉红色的外送餐袋啊，伫台北市政府外口抗议陈情。有外送员讲，因为Foodpanda的收款机制加系统的问题，造成因就要伫咧每礼拜五的暗时6点之前，家己先汇5000以上，以避免伫咧拜六互公司无境填款。外送员想要伫咧拜六送餐趁钱，也怪家己先贴钱。12点到12点半之间这一个半个小时的空窗，你一样是不能超过5000块。你一旦只要超过5000块，你的下一段班一样会被停。根据 Foodpanda 内部的规定，外送员的 APP 接单金额只要累积超过5000，就要随汇款；若无系统会随停款，无法度接单。验过即马路店流程，消费者用 APP 下单。实际上，物件还未送到，系统所认定外送员钱已经收到，所变做欠款。其中上大的系统问题就是，Foodpanda 伫咧拜一到拜五，就伫咧中昼12点甲暗时6点2个时间会更新汇款的结算。伫拜六的黄金时段，只有礼拜透早0点，等于是拜六汇款30点钟、36点钟的系统空窗期。在这个期间，外送员接单超过5000块，就会随互人停款。今天有2000个外送员，2000个外送员一人预除1万块，是2000万的现金流量在他手上啊！廉价或突然取消或甚至有预付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呼吁Foodpanda这边应该要尽快去倾听这些员工的声音。Foodpanda是回应讲，因继续伫咧改善营运的模式，以更加有效率而且稳定的方式。改善外送员的延前汇款的情形，外送员只要伫咧时间内甲汇款汇转去，接单的权益未受影响。记者综合报道。再来政治说分明，咱来看总统蔡英文昨下晡去北海岸庙寺拜拜，又讲到伊未来政策，嘛讲到这4党伊的成绩。那副手赖清德昨昏是针对伫咧辩论会顶头，韩国瑜直头讲到伊，赖清德是应讲，因为韩国瑜真欣赏民进党遮尔团结。总统蔡英文大摒着30连走北海岸4间公庙来拜拜，替2020的大选做上尾拍拼，而且全力推扫立院立委候选人卢孙玲。蔡总统致辞的时阵，搁来杀政绩，强调讲国难国造，还有国际国造，除了强化国防，嘛带动产业。将来台湾不论是在飞机航太产业，还是造船产业，拢有足好的机会。这就是咱一方面做国防，一方面让我们造船。让我们造飞机的航太产业可以做得起来。去新北市淡水、金山、万里等等的区域，蔡英文杀政策要来抢基层的选票。若是伫万里出席的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是伫咧台北市全力辅选立委候选人柯淑华。针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伫咧辩论会面顶点名赖清德去互蔡英文的网军来攻击，佮讲赖清德这是真正想要辩论的对象。毋过赖清德认为讲这是韩国瑜伫咧嫌善。因为他很羡慕民进党的团结，那民进党就是民主的政党，有民主的文化，内部竞争，外部团结。那国民党比较欠缺这种文化，所以难怪看到我坐在下面，不断的提到我。韩国瑜二九伫咧造势暗会公派听话，引起争议。赖清德是苛刻韩国瑜，输嘛爱输互水亏，这会当互人尊重。赖清德佮表示，伊正配合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真有勇气，甲伫咧辩论会面顶，伫第一时间纠正韩国瑜批评媒体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伫咧辩论会顶头，嘛有讲到前总统马英九，啥物拢好，就是败伫咧软这一字。马英九的办公室是应讲，马英九伫咧走辅选的行程是拢真硬，一点仔拢无软。另外，针对韩国瑜批评媒体，伊的副手张善政嘛讲，有一寡媒体水准确实需要检讨。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张善政出现伫基隆，替当一立委辅选，希望会当带动选情。对29号的辩论会上，韩国瑜批评特定媒体，张善政表达小停。我们媒体很多的确是需要提升水准，没有错啊。昨天那种天气，30万人应该绝对有。那种天气，大家这么热情，相对的，蔡英文在原来大甲体育馆的那个
反而取消了，就知道说两边民众的热度是绝对的大对比啦。唔那肯定韩国瑜张成正也指出，为辩论会还有29号台中造势活动等场合的反应来看，国民党的选情乐观。也毋过辩论会上，韩国瑜的炮灰面一直攻对手，也毋过伊这回可能会拍到家己的人，引起讨论。谢谢。马英九总统什么都好，学问也好，做人也好，败在一个字，软弱的软。韩国瑜竞选办公室赶紧澄清，并不是恶意批评。马英九30号出现伫台南，为当地候选人辅选，对韩国瑜的讲话无继续回应，也肯定伊的表现。所谓的软呢，就是一个心软，那或者是说他的宅心仁厚。昨天晚上韩市长也包括透过脸书，那么也希望跟马先生表达他的歉意。他不是刻意要攻击的意思，他只是在做一个论述跟比较，那么没有特别要做任何的批评。表现火力十足，主导全局。我们办公室已经有非常详细的说明，我们也需要再补充了。马英九无加讲，马办29号顶都是发表声明，强调马前总统的辅选行程前的一点仔拢无软。辩论会过当天，韩国瑜无公开行程，也毋过选前进入最后的阶段，拿赢大将犹原是分头拼选情，营造团结气氛，进行最后的冲刺。记者综合报道。那昨昏，亲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甲红海的创办人郭台铭两个人做伙直播食早顿。有网友伫咧直播的时，就直接写讲爱弃韩保宋，互宋楚瑜看了真欢喜。另外，台北市长郭文哲昨昏开始请假去辅选，要拼选前游选票。甲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相约直播食早顿，红海创办人郭台铭特别穿感谢假，错不了蔡心如老幼童出席。因为点菜包食被网友联想，是毋是咧暗中考试蔡英文？要支持者老话画出弃韩保宋，互宋楚瑜真欢喜。哎呦，美人，我觉得你需要太好了，弃韩保宋，感谢你，哇，弃韩保宋。总统大选辩论会，那日政党议员伫两华关系占好小队，两人也指早顿的大日为两华关系做注解。本是同根生，和万事兴。台湾要家和万事兴。对，我要加一句，是同胞，不是敌人。大家我再加一句话，两岸的关系应该用作做注解。两人是毋是伫元旦星期搁做伙？有美人透露，两人拢一心星期应该拢会去。要拼进军国会，争做第3席的民众党台北市长国体30请假正式投入辅选。罗南优待选情对韩国瑜伫辩论会上骂媒体，伊也口说。败敌一些，这个老蒋跟我感觉这应该也算是而已。你根本是过夜啊，是刚好。好啦，那人选举也要宣言啊，要调要宣誓的。也搁透过网络大数据指控那日两党执政，台湾由核能发电转为小土团发电，或者小党配套引起后续中会争议空污问题。政党可能遇到了一个民意的反弹，或者是一些不可或缺的一些现象的时候，你就会拿出另外一个事情来想要去把这些民意呢，去把它去做一个抚平。第3席拢出招，贵上合体食早顿，民众党发起行全台，陆战空战并行，就是要避免被纳入变演化，从政党票选情。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天气。受东北季风影响，北部、东北部规天拢较凉冷。咱来看上新的温度。咱台湾是继续受东北季风影响，早暗拢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出现伫咧马祖的东引，只有13度1；新北市的富贵角嘛只有13度7。落雨方面，中昼之前北台湾拢会落雨，暗过到暗时雨就会停啊。暗过基隆北海岸甲宜兰雨范式会继续落。伫咧中南部，今日下晡雨就会停，会转做侪云到好天的天气。若温度的方面，今日北部大约是14度到18度，中南部是16度到24度，东部是18度到21度。若是下暗有要出门去下年，也是讲明仔载要去看新年头一逝日头光的乡亲，爱会记得穿好少哦。下暗台北市的下年暝暗会，警方要出动800个警察，也有5只警用狗要来维持治安，避免毒品甲一寡危险的物件出现。若明仔载2020年头一天元旦的马武光头一逝日头光，伫咧本岛的部分是6点11分会出现伫咧台东，若伫咧外岛是6点08分会出现伫咧红头树。
舞台上 DJ 无用彩排，台卡有袂少民众来咖啡。台北市2020跨年晚会即将伫31号举行，到行过程中为安出现状况，北市信义分局结合现代特勤中队，加新北市的警犬队专心戒备。800名的警力哦，那实施3阶段的管制范围哦，目前是没有相关的维安情资。警犬队伫舞台周边骗来骗去，靠近场地无异常的物品。除了这之外，跨年晚会禁用空气机，而且为了防止民众无经过申请就使用，也是不当操作，造成安全的空旷，所以警方也将经由空气机拦截器干掉飞行。周围重要路口设置禁闭车甲街道牌，至于引导牌上会搭有大型的 QR code， 让民众会当查询转接车顶资讯。只不过跨年这几天天气亲像无啥理想。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还是一个云多，容易有局部降雨的天气。而这一波东北季风的冷空气最明显的时间，其实就是在明天晚上到元旦清晨，在中部以北及东北部的低温会下探到14、15度左右，大台北地区的低温约在15度上下。除了气温偏低之外，5大热门跨年场合的降雨几率，台北124城、桃园高铁3城，其他拢是1城以下。若讲想要欣赏明年元旦的第一道日头光，本岛部分上早出现伫台东、三仙台、富冈、太麻里甲屏东高原片，拢是6点11分。至于离岛是南势东青的6点8分。民众出门加注意天气甲交通的状况，才会当欢喜迎接新年。记者综合报道。过无偌久，就要甲2019年讲再会啊！全世界拢有下年的活动，德国、法国、美国拢有哦。咱来看世界安那欢头喜面迎接新年。5, 4, 3, 2, 1。欢喜倒算了后，国球开馆，和水晶球慢慢升起来，自控年脚步愈来愈近。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伫当地时间30做水晶球测试，希望年度降球技术顺利。到时阵有超过100万人斗阵倒算。今年世博广场联名也特别邀请纽约市公立学校的科学老师甲学生做今年的特别来宾。This year, we're honoring science teachers around the globe and the students and the young people that they teach, who are really the key to climate change in the future and addressing it, both through their activism, but also through their commitment to science, finding out about the truth and finding solutions to global warming, this mess that all of we adults have created. 迎接新年，法国派出10万警力维安，巴黎有名埃菲尔铁塔四周围拢有提升警察巡逻，防止发生恐怖攻击。伫德国柏林，有名代表布兰登堡门要跨年活动，不过今年政府颁布宴会禁令，所以今年未办宴会。Ich sag mal, die Tradition sagt vor, dass man es machen soll, deswegen finde ich es gut. Ich persönlich bin kein Fan von, weil ich mir einfach zu laut. 无要放烟火，有人赞成，有人失望。不过，希望民众抢买烟火，违反禁令也要放。在日本出现真济回响真潮，要关灯的团圆，市标也准备大型甜粿，准备迎接新年。南韩为庆祝新年，法务部特别宣布特赦5174人得到特赦减刑罚款，不过名单上无包含因为人权受乌西钱就交的前总统朴槿惠。不过伫澳洲，大家可能因为火烧山无心情欢年。雪地的烟火以前拢是主要焦点，不过澳洲第2大城墨尔本火势已经受到郊区政府伫当地时间30要求郊区10万居民撤离，同时佫传出一名技师拍火时不幸殉职。到目前为止，火烧山已经造成10人死亡，烧掉超过10栋的厝。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日本即马当得过年隆重休交工，因为日本今年有推动改革工作形态的政策，所以自本今年冬天拢无休的餐厅啊、超商抑个大卖场，即马有改变做法，调整上班时间，互劳工会当休困，当去甲厝内底人团圆。寒天会落雪所在，迄酸雪原是真新鲜，阁是真趣味。也毋过伫咧美国的威斯康星州，有一个叫做沃沙市的所在，煞有一条规定，讲要等会使，也毋过袂使等人，若无爱罚法。无等人就无好耍啊，所以即个规定嘛，互笑讲迄个所在呢，才无依无事才古板。所以当地政府即马要甲即条法令摕掉，当地警察阁先互相等翕影片，要互大家看。Hey, that's not funny yet. I'm still trying to figure this out.
我是康兴州沃沙市代理警长，才多开嘴要说明，未来拼细球无违反，一条细球就向拼过来。原来根据当地1962年制定的一条法令，禁止向人拼细球、拼石头或者是射箭。这规定引来各界口水，有网友讲，细期伫沃沙用细球修正，可能爱坐家由体育媒体从沃沙市美国上海下定，因之后以警察拼细球修正为背景推出影片自称。Hello, I'm Robert Mielke, Mayor of the great city of Wausau. Recently, a national magazine or media source had mentioned that Wausau is not a fun city. That can't be true. A fun snowball fight is a fun snowball fight, and that's not something we enforce this ordinance with. 代理警长表示，过去15年，沃沙市警察局引用这法规的次数超过10摆，其中2摆受人故意向经过车拼细球，唔捌对拍细箭的人开出罚单。讲咧，代理警长也向市长头壳拼一粒细球，为市长的表情看来无啥物要紧。再去沃沙市议会会伫明年正月讨论修法，将拍细球箭为禁令当中删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国有一个科学家去年公开讲，伊透过基因编辑的技术，或是对双生仔天生就有抵抗艾滋病毒的能力。当时是伫咧国际顶头引起争议，因为安尼是违反医学伦理的。昨昏，中国法院判这个科学家3年的有期徒刑，嘛罚伊300万的人民票。这个甲同事讨论研究的就是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去年，伊表示透过基因编辑，或是对双生仔婴仔天生有抗艾滋病能力，伫国际科学界引起真大争议。30新华社报道指出，中国明令禁止以城市为目的针对胚胎基因编辑行为。同时也禁止艾滋病毒带源者就辅助性实技术生囝。何建辉因为违反这规定，甲其他2名同款无医生职业资格的医疗机构负责人，拢犯违法刑事罪。The world has moved on to the stage for embryo genome editing. There will be someone somewhere who is doing this. If it's not me, it's someone else. 除了何建辉被判刑3年，另外2名被告也分别判刑1年半甲2年，其中一人应缓刑。法院指出，3名被告无医生职业资格，因为追求名利，不只是违法，也超过科学研究甲医学伦理道德的底线。其实早伫去年，都真侪专家提出警告。Because the risks have not been worked out for the procedures. The risks to the babies that are born this way. We need to encourage more of that, and to make sure that we're really doing the best we can to get therapies developed responsibly and also quickly to get to the patients. 面对国际之间的质疑甲批评，中国同时也启动调查，如今做出判决，希望应阻止这种研究。同时，经过基因编辑生来婴仔目前健康的情形无清楚，有专家怀疑因可能会发生基因变异，会减少岁数。记者综合报道。一间厝内底住250多只猫仔，敢有可能？敢有影？有哦，就是伫咧印尼有一对翁仔某，专门伫咧救流浪猫，因愈救愈多，就愈饲愈侪只。在印尼西爪哇省茂乌市巴隆镇，这户的大厅听到猫仔大声叫，就知影食饭时间到啊。今年45岁家庭主妇迪塔奥古斯塔家的先生，那到这时阵就真无闲，因为一捆头爱供应超过250只猫仔的饲料。Kita berikan untuk kucing-kucing yang memang butuh tempat, tapi ya yang utamanya dari hati. Hati saya nggak bisa ngelihat mereka yang memang butuh tempat. Jadi saya juga tidak selalu merescue kucing yang sehat ya kalau di luar. Kalau yang sehat saya pikir dia sudah survive di jalan. 奥古斯塔每天开100万印尼盾，相当新台币2200块，伫猫仔食面、清洁、猫砂保健甲拔起来会袂生的费用顶悬，好加在猫仔会用猫砂，较袂烦恼臭味会影响厝边。因还阁请几啊位员工，隔2天就将厝内底消毒一摆。Mengumpulkan mereka, tapi untuk kucing-kucing yang utama yang wajib memang di sini steril, karena yaitu untuk mengurangi populasi juga, terus juga untuk kita carikan adopter. Itulah jadi saya di sini untuk yang sehat, sudah steril, sudah jinak, sudah siap dipelihara oleh orang lain, ya saya carikan mereka adopter. Kecuali memang yang cacat, yang bermasalah,
saya nggak akan carikan adopter, mereka tinggal selamanya di sini. 奥古斯塔家的先生鲁特菲为2015年开始救流浪猫仔，将厝内底打造成猫仔庇护所。过去4年看到这么些猫仔客做伙食饭，早就有惯势。不过对因来讲，安尼大场面最好有一天会消失，因为因搁较大的愿望是，这猫仔拢能被认养，有家己的主人甲温暖的家庭。记者综合报道。 镜头，跟等下咱过来，咱来看2020年的选举。这届选立委，乡亲会摕到2张票，一张选人，一张选党。这届有19个政党去登记，提出216个下资格的不分区立委候选人，这是有史以来上济。除了南力以外，还有第三势力要车拼，要拼不分区的立委，敢有法度得到选民的支持，就靠乡亲伫手头这一票来决定。 劳动党参选啊，他得到的票就是劳工票。登记伫咧高文界活动的劳动党，趁18政党登记的日子，争取伫咧媒体出现的机会。大选今日到达时间，这届总共有19个政党登记，提出216个符合资格不分区立委提名人，政党数甲参选人的总数拢是历史上上悬的。 这边一个行动党甲担任总统列伫咧不分区，毋过资格无符合，去用剃刀登去。同款是独派意识进党，还佫有刺州案的主角，地主在成立的大批党，还佫有台湾基进党。迄落党联名是杀前副总统卢秀莲来参选总统，早就引起话题。我们基本上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说，我们直接讲就是要独立建国。 我们不能够再让那个整个坚定抗中、要求清楚中国渗透的声音，在113席的国会议员里头缺席。台北不属任何的国家，包括中华民国。争取搁登去国会大连党，或者是新的政党台湾微新，是透过发起抗议的活动，争取伫媒体出现。 统派意识进党的统促党嘛有参加，嘛想要登去国会新党，佮甲拒绝国民党不分区的前立委区议列伫咧新党不分区的第1名，嘛引起真侪话题。像列党主张环保永续，就找真有名的作家，伊嘛是精神科医师的陈慧文，列伫咧不分区的第1位。绿党20几年来的理念，以及在全球。 这个全球绿党联盟里面都有一样的核心理念。我觉得最打动我的就是永续。蓝绿放两边，爱家放中间。安定力量主张爱家，甲合一行动联名同款，拢希望对安定国家甲家庭落实公道决议来出发。赢回家庭、翻转教育、还我公投、拨乱反正，是我们4个最大的核心理念。有6大政见诉求，有生命法案，有居住正义、杜绝政治丑庸，有和平经济，有非美家园。这个嘛是有宗教色彩的政党来参选，像讲国会政党联名，捌因为总统大选要停拿赢还是连赢来引起话题。小党的资源较少，嘛无受地方势力的影响。 写真侪想要参加社会运动的政治素人来拍拼，大家人的理念无共款，嘛无革命。上阵34席不分区的席处，大家拢伫拍拼。记者综合报道。那昨昏有公布一份投票的结果，这是大学生甲中学生的模拟投票，总共有11000多个学生投票。选举的结果，蔡英文摕到85%的票排第1，宋楚瑜摕到9.8%的票排第2，那韩国瑜就摕到4.7%。 2020总统大选甲立委选举，大学生甲研究生要投予什么人？高中生若是会当选举，会安怎投？根据台湾学生联合会公布的线上模拟投票结果指出，11000多名投票学生内底，85.4%投予蔡英文，宋楚瑜9.8%，韩国瑜上加4.7%。 不同阵营的人会说，本来年轻人看起来可能就比较支持现在的蔡总统候选人，或者是支持这个其他的小党。其实我们看到年轻人是非常严格的检视所有候选人是不是在各个领域里面提出自己的政见。 少年人是较支持蔡英文进党票的部分，民进党嘛摕到25.78%，也毋过输予时代力量的26.85%。台湾基进更加互人想袂到有24.21%。另外，台湾民众党有11.87%，绿党3.99%，国民党敢若2.99%，亲民党是无超过2%。
但是我们必须要提醒蓝军说，因为你们太高度拥抱你们的同温层了。事实上，你们选择几乎都是放弃了年轻时代，在你们的不管是总统辩论会或者是各种政见的发表上，完完全全很少是真的站在这个年轻世代，特别青少年这个族群的立场来做诉求。叶大华指出，甲传统的政党来比，小党有经营，嘛有媒体出现，更加受到少年人的注意。而哪令两大党拢无提出，予少年人会当接受的政策，甚至是价值，爱注意。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来关心清华大学学校内底连农场，今年9月份，互一个细楼的中国学生跳下去，学生会坚持要甲告，新竹的地方法院即马已经宣判，判这个细楼的中国学生要罚款6000块。香港反送中事件，台湾的校园也有学生发起声援的行动，伫校园内面设置连农场，想袂到伫今年9月，伫清华大学内面的连农场，却互一个细楼的中国学生创下去。经过新竹地方法院的审理，最后依照毁损他人物品罪，甲罚6000块，也当做6天的劳役来代替。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不得侵害他人的财产法益。本案被告任意毁损清大学生会长及其他成员张贴的物品，缺乏尊重他人财产权的观念。考量被告犯罪后坦诚犯行的态度，判决该名入生犯刑法毁损他人物品罪，处罚金新台币6000元。清大校方表示尊重司法的判决，主任检察官也呼吁民众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也是要尊重别人的财产，袂当凊彩共破坏。本署在此呼吁，言论自由的表达方式仍然要尊重他人的财产法益，不得任意毁损他人的物品。这名细楼的中国学生，因为看到连农场顶头的海报，甲家己的理念袂合，才甲海报理破。学生会知影了后，也随去提告。这项判决也成做台湾头一件因为破坏连农场互宣判的案件。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卫福部去年有设一个护理师食头路的经济的通报平台，鼓励护理人员分别主动去通报无公平的代志。目前有通报422件，其中有300件是牵涉到劳基法。严格工会是积极讲，通报了后拢无效无实，处理的速度慢吞吞有够数。去年9月，台南城大病院一名体外循环师，好亲像因为职场霸凌，提刀毒伤2名医护人员。另外最近，新光病院一名女护理师也好亲像被职场霸凌，跳楼轻生。医护工会团体认为，虽然卫福部建立护理人员通报平台鼓励通报，不过有个案件一等就是半年才有结果，这期后端处理人力不够，根本无法度及时处理证据。尤其是医护行业，因为他们是学长学妹师徒制，所以他们的职场霸凌可能会更频繁、更常见。卫福部表示，护理人员受无合理的工作要求，影响院方反应。那是因为第一线压力唔敢讲，应使用护理职场经济通报平台。去年1月到即马已经接到422件通报，其中314件牵涉劳基法，已经再罚40件，再罚率13%。那我们在2天内会把这个案情确认之后派案，希望在30天内把它办完这个案子。另外，台大病院精神科医师林玉轩最近开发手机 App 型记录器，好亲像全自动及时路检，用 GPS 算医护人员伫病院工作时间。初步发现未少医学中心的医师工时超过1礼拜80点钟。不过，伊表示目前样本数只有1000多分，无代表性，是希望大家多关心医护人员过劳议题。记者综合报道。伫今年7月份，为着要处理李克救军伫咧火车顶互毒死的铁路警察李成汉，为着纪念伊勇敢的精神，铁路警察局伫咧李成汉服务的嘉义派出所外口，即马设一块纪念碑。请揭牌。25岁铁路警察李成汉今年7月，伫自强号列车顶悬因为补票纠纷，被姓陈查甫人提刀攻击，送医急救也是救袂倒来。为了纪念伊英勇事迹，铁路警察局制作铜条牌，徛伫嘉义派出所，向李成汉当时甲这查甫人相拼，保护乘客到最后一刻的过程。我们对陈汉的爸爸妈妈，我们真的觉得很抱歉，这个
他从事铁警工作5年来，时间是真短，但是他在维持治安的声音，以热忱的服务的态度，侦办刑案的绩效，好像那就今麦也得的。李成汉的爸母拢受邀请到现场，妈妈浸着目屎目眶红。我伫厝里我拢会甲讲，我逐工天光起来就是拢就是物啊。妈妈，你跟我讲，希望陈汉来生不要再当警察。哦，当然啦。我现在看到警察要是在出勤有什么任务的话，我就跟着很替他们很烦恼呢。当牌顶悬写着李成汉民国83年出世，自细汉就立志做警察，以真好的成绩为台湾警察专科学校毕业。为照顾父母，第一志愿就是分发等家己。做警察5年，想要到因为伫台铁顶悬处理旅客补票纠纷，因公殉职。为了不要让危险的代志搁发生，铁路警察局已经加强警察的装备。现在执勤都是双警，我们有强化了一些电击器，也有我们自购的一个盾牌。讲叫李成汉的姓陈查甫人被家己地检署以杀人罪嫌起诉，法院认为伊有盗墓记录，有关继续羁押，案件还在审理阶段。记者综合报道。苗栗公馆有一个所在，号做山鸟森林，是一群关心石虎甲山林的保育人士做伙出钱，做伙甲地买落来，望讲会当互石虎甲其他的动物来做收。不过最近发现讲有人偷走入去拍蜡。这是位伫苗栗公馆北河村苗26山边的一处林地，一群关心石虎生态保育人士一组买落来，共同打造3.8公顷的山鸟松林保留山林上关锁的模样。红外线相机翕到山丘、石蟹獴、高山啊家族、石虎以及丰富的生态画面。不过，日前相机却翕到蜡人摕着长枪拍蜡的画面。过去，伫其他无公开的山鸟松林林地，也定有蜡人出入，这互保育人士非常烦恼。珍贵的保育动物被秀蜡，石虎的栖地环境也遭到破坏。礼拜6去调查，把这种相机做整个资料收集，我们也拍到的猎人进来打猎了，就他背了好长的一把枪哦。我们努力了15年，真的从来没有政府来问问看你们怎么做了，做出什么成效。可是猎人都知道，我们拍到太多猎人来认证。吴金秋指出，蜡人出入拍蜡，除了影响生态环境，更较烦恼相关进行夜间生态调查时，会去互保小心度下到。也不过除了苗26山山鸟松林公开地点，捌互蜡人伫亲的其他区域基于友善地缘关系，敢要报警，成了两难课题。猎人可能会得到一些惩罚，可是这样的曝光，让我们担心的是更多的人为的一个侵扰。那我们在那边夜间做调查，这样子的一个人身的安全，其实我们也相当大的一个恐惧。自从2014年一组买落第一笔土地，开启了山鸟松林环境保育的第一步。这几年来，蜡人的脚步无停过，这群生态保育人士最后选择无报警，也不过透过公开相关的影像，提醒蜡人唔通讲落入来。未来也计划设置围篱，架设生态廊道，让山鸟甲石虎的松林动物会当安全的避过苗26山的路煞，也避免蜡人落入来。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看要过年啊！咱台湾各地头拢有花海通好看，亲像伫咧中华的花海就260公顷，啊，若分林拿来，罗汉松大道毋但有花海，也有美国水上通好看。地家头做伙来看卖。菊花、日头花、油菜花，就亲像各色的颜料，倒伫彰化县秀水乡的农田，建造一片花海。游客摕相机翕，真欢喜，透过空中翕的画面，景色搁较迷人。这边是其实它很多不同种的花卉的颜色混在一起，然后它的那个渐层跟变化是还蛮漂亮的。每年都会过来，它会有风筝，就是很有层次感，不输日本。因为华年也有农历新年，彰化县府整合秀水乡、河美镇、埔盐乡、花旦乡、彰化市等地区推出春游彰化新花海活动。花海面积有260公顷，另外分林林内乡三星路的罗汉松大道边的菊花也开成一片花海。今年除了粉色的菊花以外，边还有一片的薰衣草。
心情蛮轻松的，蛮漂亮的。过年前的一种赏花也算不错。这边有落羽松，有罗汉松，甚至有我们的夜间光廊，又有那么大片的花海。我们是延续到明年2020的1月31号，就是农历过完春节过完的这个时间点，都可以来这边来发现我们这边发现幸福。4.5公顷的花海设浪漫幸福景，新花园啊，互民众用尽情翕相。有个花园开到春节假期结束。另外，附近云林农产水利博物馆的落羽山园区也吸不少游客。规排落羽山慢慢变成柑仔红色，正是欣赏的好时机。记者综合报道。要庆祝阿里山火车通车107档，即马有举办摄影展览，也有展出2台104岁拖团的火车，民众是小坐来看这2台压缩级的古董。车头有写31号到25号的蒸汽火车，豆豆入来阿里山的竹山站。伫咧伊头前伫等的铁道迷，早就已经甲相机传便便，准备要甲这个有历史性的时阵甲记录落来。本来就很喜欢火车，然后又住嘉义，然后对这条又有历史又有自然风景的铁路原本就非常常接近。2台蒸汽火车拢已经104岁，分别伫咧2005年、2006年征收了后恢复使用。林务局阿里山林铁甲文资处为着要庆祝阿里山铁路通车107年，预告特别安排2台车做伙出现来庆祝。是安怎会经这2台车？是因为这2台车是目前台湾也个有在运转的蒸汽火车。将近20位的日本的朋友来到台湾，他们是立刻就决定要来台湾的，而且有很多是非常知名的作家跟摄影家，他们都为了我们的血的这样子的蒸汽汽车，可以难得2样聚集在一起，然后趁这个机会就赶快来到台湾。所以其实我们直接展现的就是阿里山铁路最有魅力的这个部分。为着这届真罕你看的画面，日本20几个铁道迷专工来台湾取景。其中阁有真有名的铁道摄影家，甚至是台湾的纪录片导演。主办单位希望讲透过这届的机会，会当互台湾的铁道增加知名度，嘛有机会请更较侪外国人来台湾旅游。记者做报道。屏东枋寮铁道艺术村是由民间团体发起的，落尾是县府接手去经营，已经有23档。不过县府即马拍算无要阁做啊，要求所有的艺术家爱搬走，有几人的艺术家唔敢嘛唔愿。用白纸写心碎2个字搭伫头门表达抗议。艺术家蔡林燕今年7月份才通过屏东县政府的审核，入来枋寮铁道艺术村，想袂到县政府要收回去，31就要搬走，感觉去哄骗。就满怀希望来这边，其实我们9月份就知道这里要撤了，然后我们就一直以为，我相信乡长全部都留下。有的艺术家请搬厝的工人来，有的也搁伫咧整理，毋过住10几年、20年真唔甘。我当然舍不得搬啊，我不想搬，那没办法，我们为了要对整个整体来着想。枋寮艺术村是1996年民间发起地方艺术展建，向代替左宿社群所发展的，到2005年由屏东县政府来接手管理。毋过县政府认为艺术村常常有空房，嘛无以早遐受欢迎，3个月前通知外国管理，会交予计划要用来发展地方创新的枋寮乡公所来接手。毋过艺术家想要协调看卖，县政府不同意。是不是可以无缝接轨？你谁要经营都没关系嘛。那现在文化处的说法是说，跟我们签约签到12月底。然后他跟台铁是到6月底。有关于这个枋寮艺术特区的这个部分，目前计划还在修正当中，所以这个时程就没有办法接上。乡公所虽望保证枋寮创新计划会保留艺术家主权的形式，毋过甲县政府交接的时间是袂拄好。有真侪艺术家表示，县政府若是无愿意让搬走了后，就袂过转来啊。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心实，咱来看，做爸母的拢知，要照顾拄啊出世的红婴仔无简单。半暝半顿好困的，也不过不中，就是爱起来饲奶，无就是泡奶。所以最近呢，伫咧英国有一个行业真请，这是产科的护理师，暗时啊到厝内替你顾红婴仔，顾甲天光，互爸母会当好好困。第2天才有法度好好上班。
住伫英国伦敦的李德大做妈妈，伊一手抱小宝宝，一手咧清洁涂骹，看起来是真轻松。不过伊讲大部分时间爱顾小宝宝，搁爱做代志真无简单。最近请3科护理师按时到厝内底照顾小宝宝，互伊甲先生用休喘。Especially with having stressful careers, and my partner works longer hours, and he definitely needs to sleep, and I'll be going back to work. I think a night nanny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李德请的3科护理师阿尼蒙，捌伫法国受过2科护理师训练，也伫伦敦摕到3科护理师证照。伊暗时8、9点到会，规暝照顾囡仔，早起6点才离开。伫伦敦，亲像阿尼蒙安尼到厝内底照顾囡仔的护理师愈来愈多，因一暗10点钟的收费是190英镑，差不多新台币7450块。卡厝连续照顾2礼拜，爱开2660英镑，差不多新台币10万块。It is expensive, but it's definitely worth it. 虽然收费真贵，不过李德认为护理师因为家庭事业兼顾，有相款想法的，还有正咧创业的苏菲亚。伊虽然已經生過2個囡仔，不過原來工作、原來照顧囡仔，依然是無用次次。Clearly, I couldn't have done it without someone covering the nights for me because you can't operate during the day if you don't sleep at night, and it's not that you just don't sleep one night; it's like every night. They are not able to think, even to think about the basic things like we have to eat or I need to have a shower or something. They are like jet lagged. 3科护理师不止分担辛苦，也会教爸母照顾囡仔其他，亲像如何互婴仔好好啊困，或者是小宝宝出现到一种症状的时阵爱注意。英国一间婴幼儿杂志就指出，3科护理师按时到厝内底照顾服务，伫伦敦已经慢慢变成出色，需求愈来愈悬，提供照顾服务的护理师也愈来愈多，收费就会慢慢下降。不过现阶段要请护理师也是爱有寡钱。记者综合报道。过去这一档有倒一寡新的世界纪录，今年金氏的世界纪录日的主题是冒险的精神，要冒啥物险有偌好打，做伙来看卖。27岁法国探险家托德拖沉重行李，一人孤单行伫雪地内底。伊用40天的时间，伫今年1月到世界上南边南极，才做史上上少年家己一个去南极的人。金氏世界纪录大全总编辑格兰戴讲，今年金氏世界纪录日以冒险精神为主题，托德是上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伫中国，这位叫做宋电的少年人证明电动机车沿上山入海，因为中国乌龙岗政府管市一路骑到新疆的克什布，总共187.2公里，期间拄到路浸水、甲充满石头的山路等种种的挑战，伊拢无咧惊，冒险犯难的精神，可以创下金氏世界纪录。In China, we've seen the longest journey by electric scooter, more than 10,000 kilometres. 伫杜拜经英国皇家海军华森2点钟内收5公里，其中将近43分钟的时间，由后生坐查库船刷新这项项目纪录，也互人印象真深。It's great to see so many people channeling their inner adventurer, proof that Guinness World Records Day just goes from strength to strength. 今年金氏世界纪录日有60万人挑战一天来破纪录，不过不管什么项目，只要勇敢提出本事，挑战内心的冒险魂，都有机会伫金氏世界纪录留名，互人学乐。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咧北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7度，上悬2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4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2度；外岛的温度是11度到19度。明仔就是新的一年，祝乡亲新年快乐，咱明年再会。